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11月7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53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59天。前线发生了154起战斗。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2分遣队操作员发布了新的视频片段显示俄罗斯军队在罗金斯克附近遭受了大规模的损失，这个据点已经回到了乌军手里。也就是说波克罗夫斯克通往后方的一条主要公路保住了没有被俄军切断。尽管俄军无人机在不断攻击，但大大小小的道路仍然可以通行。随着天气晴朗，能见度增加，铺天盖地的乌军无人机已将渗透到红军城内的俄军补给线完全切断，俄军继续向城内渗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目前俄军对红军城的进攻已被遏制，优势正在向乌军倾斜。特别是乌军增援部队抵达后，俄军试图合拢的缺口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这个包饺子这个饺子皮合不上了。补给线顺畅也为城内乌军反击创造了良好条件。这个泽连斯基他发布视频他说今天我军方面传来消息，乌克兰安全局居然也做了单独报告，就那个马柳克说波克罗夫斯克我们继续摧毁占领者。我尤其要表扬乌克兰安全局中央军区 A 特种部队，他们正在波克罗夫斯克地区，包括市区内有条不紊高效的摧毁俄罗斯占领者及其装备。此外，我军其他部队也取得了重要成果，突击部队、无人机系统部队、国民警卫队、军事法律与秩序局、宪兵，还有所有保卫顿涅茨克地区的旅。你看也就是一个波克罗夫斯克不仅有这个国防军，还有这个国民警卫队，还有乌克兰的情报局的特种部队。而且这个泽连斯基他自己发布了一个视频，就是那个乌克兰这个情报总局的这个特种部队乘坐那个黑鹰直升机突袭这个波克罗夫斯克这个俄军的阵地这个也打了那个俄罗斯宣传部门的脸，对吧？我记得是布拉诺夫率领2架黑鹰直升机不降落在这个波克罗夫斯克吗？然后后面俄罗斯媒体马上就说这一飞机人全部被干掉了，被那个俄罗斯的这个无人机蜂拥而至。实际上这个都是俄宣在那儿编造的。泽连斯基今天把视频放出来了。那么这一回马柳克率领的这个乌克兰安全局的部队中央军区 A 特种部队居然也在波克罗夫斯克。可见这一次这个乌克兰方面确实对吧，动用了大量的这个精锐部队要死保这个波克罗夫斯克。这个乌军总参谋部发布声明称说，守卫波克罗夫斯克米尔诺赫拉德集聚区的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的部队没有被包围，正在采取措施阻击企图向波克罗夫斯克市内渗透并集结的俄军，对敌方步兵群建立阵地的企图继续进行积极抵抗。在波克罗夫斯克，乌军正在进行打击和搜索行动，第425突击团突击部队、无人机系统部队和操纵员、特种作战部队联合小组，还有什么国防部情报总局都参与其中，保卫这座城市的军事单位得到了加强。与此同时，继续努力加强波克罗夫斯克米尔诺赫拉德集聚区的防御侧翼，保护后勤路线。多部罗皮利亚行动也在进行中。过去一天，乌军突击部队在某些地区推进了100至700米，截至11月5日，总共解放了189平方公里的领土，清除了250平方公里领土上俄军侦察与破坏小组。也就是目前从乌克兰方面说法那就是波克罗夫斯克这边的危机暂时解除了，应该这么理解这个俄军进攻波克罗夫斯克已经15个月了，就是快1年半了。因为普京下令俄军在11月中旬前彻底占领这座城市，因此俄军加强了进攻。有分析指出过去3个月里，俄军平均每个月伤亡3万人，就在这么个小城主要原因是缺乏重武器支援，只能派步兵进攻。而在波克罗夫斯克，因为是重点进攻地域，前线30%的战斗都发生在这里，因此俄军伤亡更加惨重。
这个有媒体报道啊，因为无法忍受被强制送去参加人肉进攻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军不断逃亡，而活动在当地的抵抗组织则宣称，为了隐瞒在波克罗夫斯克的人员伤亡，俄军将阵亡士兵遗体储存在当地的肉类加工厂里。前线的乌军说啊，整个波克罗夫斯克现在就像一个巨大的墓地，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每一步每一个灌木林下。可惜的是，这场末日景象不会在俄罗斯人的电视上播出，大部分俄军啊都是在渗透过程中被乌军无人机发现消灭的。但是啊，这个俄军一旦成功渗透进入波克罗夫斯克市区，俄乌两军的损失差距就有限。这个也就一旦啊俄军渗透进这个城市中啊进行巷战，那无人机啊它发挥作用的这个就受限制。我们看看这个央视是怎么报道乌军的啊，这个是11月6号啊下午5点，央视报道啊说，乌称袭击俄军能源目标，俄称击退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当地时间11月6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1月5日凌晨，乌克兰导弹与炮兵部队、无人机系统部队以及特种作战部队对位于顿涅茨克机场区域的一处无人机存储、组装和发射基地实施了打击。数据显示啊，该地区发生爆炸，并出现强烈的2次爆炸，就是殉爆。第一次爆炸是无人机啊撞击啊，或者是投下的炸弹发生爆炸。第二次爆炸呢，应该就是殉爆啊。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位于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乌军称啊，在目标区域监测到爆炸与火灾，该厂年加工量达1570万吨，占俄全国炼油总量的 5.6%。通报称，乌军打击了俄军3处燃料设施。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州长博恰罗夫6日凌晨通报称，5日夜间至6日凌晨，该州境内击退大规模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国防部6日早间通报称，过去一夜拦截和摧毁75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其中在伏尔加格勒州击落49架。这个是央视啊报道的，难得啊报道一下这个乌军的战果啊。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博主啊在电报频道上说啊，他说2025年11月5号晚上，这个顿涅茨克机场基地遭到袭击，超过1000架沙赫德自杀式无人机被摧毁。袭击目标包括位于顿涅茨克机场基地沙赫德无人机发射阵地和储存设施。此次袭击动用了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一个弹药库被彻底摧毁，一个燃料储存设施被摧毁，一个无人机发射场被摧毁，电力供应和通信节点遭到破坏。看着这次啊这个打击啊，那还是非常成功的啊。这个乌克兰的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罗伯特马扎尔布罗夫迪报告称啊，这是我干的，就这意思啊，就位于被占领的顿涅茨克一处沙赫德无人机储存、组装和发射基地已被我军摧毁。此次打击行动是第414无人系统旅特种作战部队、炮兵和侦察部队历经数月情报工作后，最终于夜间展开精确打击行动的结果。你说这个也奇了啊，泽连斯基刚到前线啊视察了这个414啊无人机系统部队，对吧？昨天前天再去视察，希尔斯基还有布达诺夫都去了，结果泽连斯基前脚一走，后脚这个414部队就立下战功啊，1000架沙赫德无人机被摧毁，还其他的东西啊，这次啊俄军可以说是损失惨重，并且啊这个414部队啊这个可不是这个空口无凭啊，人家还放了视频，视频显示啊说90%的无人机成功抵达目标，众多目击者用视频记录下强烈的爆炸和随后的爆裂过程。在赫尔松前线啊，昨天一艘载有俄军士兵的登陆艇在赫尔松左岸被摧毁，俄军抵达阵地前就被全部歼灭。克里米亚前线，昨天乌军情报部门袭击了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俄罗斯关键的防空资产，一台 S-400 防空系统的指挥车被击中，一台 92N6E 雷达以及电源车被击中。慌乱中啊，一枚俄罗斯的铠甲防空导弹在拦截一架瞄准卢克石油炼油厂的乌克兰无人机时，这枚俄罗斯的防空导弹击中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栋高层居民楼，也是自己打自己了啊。这个俄罗斯
斯的导弹就专炸自己啊，自我毁灭。这个不光啊是双方在前线进行这个肉搏战啊，人肉消耗，双方还打击对方的纵深。然后呢，这个乌克兰的敌后武工队啊非常活跃啊，俄罗斯自由抵抗运动在俄罗斯境内烧毁了数十辆机动车，俄罗斯的后勤系统陷入混乱。这些被袭击的目标就是那些机动车啊，是俄罗斯在对抗乌克兰战斗中用来供应武器、弹药和装备的火车头。你看看这个火车头一旦被摧毁是吧？这个俄罗斯想修啊、想重造啊都挺麻烦的。在克里米亚俄罗斯占领区，乌军无人机夜间发动袭击，导致新菲罗波尔比图姆地区的这个叫克里姆石油销售油库起火爆炸。据报告，格瓦尔季伊斯科以及赫雷斯区的附近也发生了爆炸。昨日凌晨，强烈爆炸震动克里米亚半岛，从新菲罗波尔至南岸海岸线均能听见巨响，又是乌军无人机啊立的功啊。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啊，这个莱茵金属啊宣布很快将向乌克兰交付5台最新款的山猫战车，这应该是开战以来乌军拿到的最先进的装备，因为这些装备啊还没有用过，乌军啊是他们首批使用者。这个山猫战车啊非常先进啊，不光用来防空啊，还可以用来这个冲锋啊、进攻、快速突击啊。这个爱沙尼亚拨款300万欧元，用于为乌克兰购买和支持星链卫星服务。有钱的出钱啊，没钱的出力啊。这个泽连斯基与这个立陶宛总统瑙塞达进行了通话，说啊，自这场战争爆发以来，立陶宛始终给予我们巨大帮助，我们深切珍视这份坚定的支持。当冬季来临，我们急需能源援助之际，立陶宛再次伸出援手。杰塔纳斯总统承诺为我国天然气需求提供支持，对此我深表感激。双方团队将就具体落实方案开展对接。我向总统先生通报了前线战况，尽管俄方持续散布不实舆论，我军将士始终坚守防线，感谢立陶宛的支持。这是泽连斯基啊向这个立陶宛总统解释啊，波克罗夫斯克牢牢掌握在乌军手上，并没有像俄军宣布的那样啊被他们包围。这个芬兰的外交部长啊，他在这个跟土耳其外长菲丹在会晤的时候啊，这个菲丹啊访问这个芬兰的首都叫赫尔辛基，芬兰的这个外交部长叫瓦尔托宁啊，在新闻发布会上啊，他说啊，俄罗斯帝国唯一尊重的强权就是奥斯曼帝国。大家知道奥斯曼帝国现在对吧，也就是缩小成土耳其了嘛，土耳其把自己当做这个奥斯曼帝国的这个继承人呢，也就是相当于这个俄罗斯跟苏联的关系，应该这么理解啊。这个芬兰的外交部长瓦尔托宁他写过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叫《俄罗斯理念》。那么这个他的书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叫俄罗斯帝国唯一尊重的强权就是奥斯曼帝国。所以这一次啊，这个土耳其外长访问芬兰，这个芬兰外交部长就跟这个土耳其外长开玩笑说啊，在这里啊，你们是俄罗斯唯一尊重的政权，这个有点给这个土耳其戴高帽子的意思啊，这就感觉就是忽悠土耳其上，不要跟地波老人客气啊，对吧？现在正是有冤报冤呐，有仇报仇是吧？正是报仇的大好时机啊。昨天咱们说了啊，这个塞尔维亚的总统武西奇啊，这家伙叛变了啊，居然要卖武器给欧盟，完了还说这个欧盟啊愿意把武器给谁就给谁，哪怕是给乌克兰他也不管。结果这个俄罗斯人马上就说了啊，不希望啊塞尔维亚的兄弟制造的这个子弹射向俄罗斯兄弟。那这个武西奇啊也管不了了，人家根本就听不见啊，这个立马呀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两人眉来眼去了啊，勾肩搭背的。这个还嫌啊伤普京的心不够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塞尔维亚总统武西奇通了电话，双方都公开暗示了新的合作机遇。通话结束后，泽连斯基说啊，我们可以在一些领域互相帮助，我们也讨论了在区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机会，我们两国对此都抱有同样的兴趣，我们将为此努力。这个武西奇自己在社交媒体上说啊，对话是开放且有意义的，我们一致认为双方可以互相支持，并将继续共同努力。这个浓眉大眼的啊，膀大腰圆的这个武西奇啊，终于叛变了啊。武西奇
承认塞尔维亚的弹药可能正通过第三国流入乌克兰。所以说啊，不久的将来啊，俄罗斯军队可能会遭到来自兄弟塞尔维亚的这个大炮和子弹。昨天我说这个俄罗斯啊，总统普京现在惹上麻烦了啊。本来普京是大秀肌肉啊，主要是秀他的那个叫波塞冬核潜艇，对吧？然后这个海燕、海神核动力这个巡航导弹，本来想吓唬吓唬这个美西方，结果特朗普啊，蹬鼻子上脸的，立马啊宣布要进行核试验。这个一架美军 B-52H 轰炸机被拍到在加州上空试飞，机下挂载的正是美国下一代隐形核巡航导弹，好像叫民兵3吧。该导弹将取代旧型号，并装备 B-52H 和 B-21轰炸机。你说这叫什么事啊？这个特朗普反应有点过激了吧？普京就是这么一说的吧，吓唬一下。他那个波塞冬，他那个海燕、海神到底啥情况？谁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飞起来是吧？还是在自己的发射井里爆炸的？不得而知啊。结果对吧？这个特朗普就有点这个过敏了啊，马上就进行这个重启核试验，这个让这个普京啊始料未及。普京现在有点慌了，为什么呢？冷战的阴影啊再一次笼罩在俄罗斯的上空，对吧？前苏联解体实际上就跟这个有极大关系。如果特朗普真的啊要刺激到普京的话，普京被迫要进行这个，也要进行核试验。双方啊这个叫核战阴影，花钱吧，烧钱烧起来。有记者啊请这个北约秘书长吕特就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议程中涉及核试验必要性的议题发表评论。吕特语带讥讽的回应称，我早已不再对普京总统召集的会议做出反应，他既然领着俄罗斯的总统薪水，召集会议本来就是他分内的事情。也就是吕特都不拿普京说的话当回事，认为普京说的就是吓唬吓唬大家，没必要那么紧张。前2天普京不是装模作样的召开了一个叫什么安全会议嘛，俄罗斯的高官全部参加，然后在这个会上，别罗乌索夫的国防部长啊建议进行核试验，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普京最担心这个，哪有钱呢？这不又开始烧钱了吗？这个俄罗斯口炮界的天花板，口炮一哥梅德韦杰夫啊又表态了，他说啊，没人知道特朗普所说的核试验究竟是什么意思，说啊，特朗普他自己也可能不知道，但他毕竟是美国总统，而这种言论后果是无法避免的。俄罗斯将被迫重新评估进行全面核试验的必要性。那你这不就上当了吗？对吧？人家就巴不得你赶紧应对啊，抓紧时间评估吧，赶紧进行核试验，越可越吃盐呐。这个乌克兰媒体爆料啊，他说俄乌战场已有1000到5000名古巴人活跃，部分核实身份后确认其通过旅游入境俄罗斯，加入罗斯托夫第29328部队赴卢甘斯克前线。但古巴政府明确否认派兵援俄，称这是人口贩运网络作祟，骗子以高薪俄罗斯国籍为诱饵，诱使本国公民赴俄参战。古巴正严厉打击该行为。古巴几十美元的平均月薪啊，对比俄军2000美元月薪的巨大诱惑，不排除啊有人铤而走险，也就是咱们所说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你这要出钱出得多，就有人去卖命。这个有媒体说啊，说俄罗斯媒体一项调查显示，普京的至少24名亲属在政府或国家附属机构中担任职位。这普京一家呀都不容易啊，都为俄罗斯操劳啊，为国效劳。是调查发现，普京的所有4名已知的情妇，叫什么柳德米拉、普蒂娜、奥彻列特纳亚，什么阿丽娜卡巴耶娃，这个卡巴耶娃传的比较多是吧？还有什么克里沃诺杰豪和什么艾丽莎哈尔乔瓦，这什么人呢？这4个啊的家人，主要他们的家人啊，通过与国家机构的关系获得了经济利益，也就是普京的外戚呗。在所谓的国家眷属中，有普京的2个官方女儿叶卡捷琳娜，他的堂兄弟耶夫根尼和这个伊戈尔普京，以及柳伯夫谢洛莫娃和柳伯夫克鲁格洛娃，这么多娃都在这个俄罗斯重要部门任职啊。调查指出，最高级别的职位属于普京家族的分支，与他的表弟耶夫根尼普京有联系。他的亲戚安娜齐维列娃、谢尔盖齐维列夫和米哈伊尔普京在俄罗斯政府和国有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
器工业股份公司担任要职。我记得这个普京的一个侄女儿不是担任这个国防部副部长吗？好像就叫齐维列娃吧。这个在俄罗斯啊，这不叫事，为什么呢？这个车臣的卡德罗夫啊也这么干，整个车臣啊科级以上的干部啊都是卡德罗夫的，这个要么就是他子女，要么就是他子女的这个亲戚或者同学朋友，或者是卡德罗夫的这个亲戚，科级以上干部啊都已经安插满，从上到下。我们再看看这个俄罗斯经济情况，这个彭博社报道啊，他说，由于美国最近的制裁，俄罗斯海上原油供应大幅减少，创下自2024年1月以来最大的跌幅。根据船舶追踪数据，截至11月2号，俄罗斯港口4周平均运输量为358万桶每天，比10月26日之前数据减少约19万桶。运输量的下降对莫斯科石油收入造成打击。在美国禁止俄罗斯2大出口商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合作的情况下，石油收入跌至8月份以来最低水平。增长大家都能受得了，但是下降大家都受不了啊！就是你的工资本来是7000，哪怕给你发6500你都受不了，但是给你发7002块，那你就心里挺舒服的。市场也就这样，对吧？因为预算做完了，每一分钱都有用处，对吧？一个萝卜一个坑，你现在少了19万桶一天，那你说怎么办啊？这个截至11月2日的7天里，每周出口额平均约为11.5亿美元，比前一时期减少27%，那还了得！俄罗斯出口商继续将原油装载到油轮上，但炼油厂不太愿意将这些货物接收进他们的储油罐，这导致9月初以来，储存在海上油轮上的俄罗斯原油量增加了8%，达到了3.8亿桶，也就是3.8亿桶的原油飘在海上。印度、大国和土耳其合计占俄罗斯海运石油出口量的95%以上。莫斯科可能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继续装运货物，即使这些货物将留在浮动的储油设施中。根据彭博社宣布这样海上储存的石油将成为衡量最新制裁影响的重要指标，也就是特朗普这个制裁的威力慢慢显现出来这个直接导致俄罗斯的预算中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持续急剧下降，10月份为8890亿卢布，比2024年10月份下降了26.7%，过去10个月累计7.5万亿卢布，下降了21.4%。这意味着为了筹集战争经费，克里姆林宫将继续提高税收，削减社会福利，并打压个体经营者。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的总理米舒斯金是吧，带着一个庞大的队伍各个部门的部长、副部长来大国。我感觉这回恐怕又是这个白跑一趟，形式大于实质所以俄罗斯预算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暴跌近30%，这个怎么弄这仗还能打得下去吗？大国还能买它点什么东西呢？油买多了没有用的你那储油罐都装满了，还往哪儿装呢？再说了，这个特朗普还要制裁，买点钻石，那钻石又不值钱，买点鹅料吧。俄罗斯有好多玉就是那个和田玉、鹅料，反正好多黄鹅喜欢整点过来吧，对吧？立马后面加2厘卖给黄鹅。这个鹅料是按吨算的你说就在这个时候，这个特朗普还有这个吕特还在忽悠这个普京搞核竞赛，你这不是越渴越吃盐吗？雪上加霜。这本来他就缺钱了，这才是要命的就是俄罗斯你到底跟还是不跟？这个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扩大会上说俄罗斯之所以加强攻击，是因为其在前线毫无进展。他补充称，俄罗斯独裁者普京已无法向本国社会交代。泽连斯基指出，他们没有获得任何成功，他显然处境艰难。指的是普京普京消耗并牺牲了大量的生命，仅今年10月10个月就有超过30万俄罗斯人伤亡，总计约有36万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泽连斯基称，正因为如此，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再次发动能源恐怖，也就是轰炸乌克兰境内的能源设施。泽连斯基总结道，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导弹，这是他唯一能做到的，即制造混乱，让人们在冬天没有电、没有供水，这就是普京所理解的成功。普京在他身边这些高官格拉西莫夫、拉夫罗夫、别洛乌索夫，在他们这个精心这个编造的这些虚假信息普京误以为再坚持一下，再增加点投入，就可以拿下这个波克罗夫斯克拿下波克罗夫斯克就可以拿下整个的顿涅茨克，这样对吧？在欧洲谈判的时候就掌握主动权。哪知道这个微笑男孩
啊格拉西莫夫再一次骗了普京。当然了，普京本身他也没办法停下来，他也是心甘情愿的被骗。如果说格拉西莫夫说打不下去了，咱们赶紧收手吧，那不是要普京的命吗？所以说这个普京驾驶着这个一列失控的火车，拉着这个格拉西莫夫别罗夫索夫这些高官还有俄罗斯人正在冲向这个悬崖。目前看俄罗斯能坚持的时间是有限的。俄罗斯国内现在已经出现松动，普京他的对俄罗斯的控制力也在受到挑战。前两天咱们说了拉夫罗夫对吧，就把他跟特朗普这个峰会给搞砸了。本来是这个特朗普送分给普京的，结果拉夫罗夫深深的办砸了。这个拉夫罗夫到底是好心办坏事呢，还是别有用心？对普京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要是好心办坏事，那么或许可以原谅，饶他不死如果是别有用心，那立马安排中毒，慢性中毒。今天一位勇敢的俄罗斯小女孩说，才11岁她在广场上向普京直接提了一个尴尬的问题，说我的叔叔受伤了，在前线得不到很好的治疗，结果他们还要他返回前线继续作战，能不能对吧，让我叔叔去一个医院好好治疗。然后说着小女孩就哭了，结果普京一看，你说这个多扫兴本来他在广场上进行亲民秀对吧，也在展示他的迷人的微笑，结果被这么突然来插一曲整个气氛比较尴尬。以后对吧，像这个小女孩这样的俄罗斯人会越来越多，勇敢的向普京提出疑问，提出反问，为什么还要打仗，到底是图什么？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